盲選5套農曆新年電影，耶！年年都會睇嘅幾套電影啦。睇下 Chantelle 點樣排。第一套《闔家辣》，我冇睇啊，sorry 呢套，72家租客，係咪早10年前嗰出啊？係冇錯，有張學友，同埋有好多 TVB 演員，係咪有曾志偉嘅？係我有睇過，但係冇翻睇過，所以第4。富貴逼人，肥姐。正喎呢套《富貴逼人》嘅內容係咩啊？等我諗下先。佢哋中咗獎未㗎？係咪中咗3T 定金多寶啊？我中意三妹，好串嘴嗰個咧。二妹係李麗珍啊嘛。我淨係記得董驃同肥姐。我啲親戚小朋友都有睇過，我想講係8歲嘅，但係佢知道咩叫富貴逼人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幾經典。不過因為佢盲選，我覺得後邊嗰2套應該係我好中意嘅，咁所以咧我就將呢套擺第3啦。好，下一套《家有喜事》。我哋頭幾段片係有講過《家有喜事》，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哋講啲咩咧，就可以睇翻第2。OK，好。最後一套，估你第1係咩啫？叻咕叻咕新年財。Yeah，this is my favorite。第1啦，因為家有喜事都好中意，但係咧新年我一定係開叻咕叻咕先嘅，因為有少少覺得家有喜事太舊。但係叻咕叻咕雖然都20幾年前啦，但係啲畫質好啲，同埋好似電視而家 prefer 播叻咕叻咕多啲。